交通部观光局为着要来进行国内的旅游，准备要开36亿，伫今年的9月到12月推出扩大秋冬国民旅游奖励计划，团体上最会当补助到7万块。若自由行，每一个人每一间房间上最会当补助1000块，而且要开放12岁以下的儿童会当免费到游乐园去耍一届。即摆这业者已经苏卡联手推出着袂少的优待甲美食，准备要来抢人客咯。来到燕山乡，这间占地有3公顷有机休闲农场，有几大片的日头花，伫迎接游客。也有这个有机菜园啊，看到的青菜拢会使现买现摘。每一天下晡，师傅拢会现做胖甲点心，二楼佫用这农特产品现行的披萨甲料理。业者真有自信，对着中国客户要来拢唔惊。其实为了增加个人游览的意愿，政府开36亿，为今年9月到12月要推出扩大秋冬国民旅游的奖励计划。一般团体3万块补助，若是住星级的旅馆、观光农场、乐龄旅游，还是远港旅游是5万块。离岛每一团上济会使补助到7万块。自由行部分，礼拜到拜五每一人每一间房补助1000块，离岛部分平日假日拢补助1000。即摆更加增加入园的优惠，12岁以下的囡仔会使免费入园一摆。既然有袂少业者已经推出好康的罗东这间23楼悬的度假饭店，请来冠军的总铺使伫楼尾顶做怀石料理，你会使伫楼尾顶看夕阳，嘛会使欣赏无敌的夜景。另外一间海拔1200公尺的山庄，10月份会邀请出名的艺术团体游人新歌来表演，让人享受无同款的山林之美。业者想尽办法，就是希望讲会使吸引大家留伫台湾游览，更加希望外国人做伙来佚佗。